明仔载就要开学咯，今仔日是校园的备战日。新北市长侯友宜视察校园的防疫演练，提醒学生要去学校进前，爱先伫厝量体温，若是下头温有37度半，就莫去学校。要入去学校进前，会过来量一届的体温，若是有状况，就先带到隔离室，而且通知家长，家囡仔带回去。 明仔载要开学啊！今仔日校园纷纷备战，新北市大关各小学生先演练。要读册进前，伫厝的先量体温，头壳遐温度若超过37度半，就免去啊。入去教室进前，还阁排队量一摆，超过37度半，就要送到学校的隔离室。若是耳孔温度超过38度，安尼就要详细问啊。我有跟阿伯去聚餐。 随来通知家长爱带回去，若无发烧人入去教室进前，爱先洗手，爱扎一条手巾啊。 教室的塔门爱拍开，椅仔嘛有摆较宽，喙罨无够用不要紧。教室内面有备用品，上课毋免人人挂喙罨，无爽快的人挂就好。入教室了，只要有一个人雄雄发烧，全班都要消毒、洗手，同时爱挂喙罨。抛弃式的围裙。 负责饭菜同学帽啊、喙罨、围裙，拢爱有新北市长侯友宜，爱新北市学校比较办理，新北市爱超前部署。社区感染的标准。 往前部署。伊讲新北市目前有5例确诊的病例。目前新北市有5例，每一例的就医状况我完全掌握。新北市备战有万全的准备，超过111万片的喙罨，1万支的电子度针，11000粒的酒精，开学前会送到学校，让这囡仔安心啊上课。